头所等来台湾，来看两位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甲韩国瑜隔空交战。先是这个韩国瑜惊替蔡英文，讲伊做事场合，民众是咧等一粒便当。蔡英文无客气，反甲口洗，讲高雄市民嘛咧等一个市长啊。韩国瑜搁甲呛转去，讲总统府咧等一个良心。韩国瑜嘛先煞讲偌清楚，讲伊台独的主张根本是咧欺骗人民。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，甲第3摆来台湾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·尤努斯见面真欢喜，不过对着总统蔡英文态度就无共款啊。高雄的市民也在等一个市长嘛，不是吗？蔡英文总统执政这3年半，说高雄在等一个市长，但是总统府在等一个良心呢。面对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，话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做中华民国，这个讲法韩国瑜嘛真有意见。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字叫中华民国。这次股票术语叫做借壳上市，两位一定要对国家定位讲清楚，否则又是另外一种欺骗。副手张善政嘛加入战局，针对台商回流的投资，经济部统计是6900亿。不过国民党立委讲根本无资金回转来，张善政嘛大声的批评。在大陆赚了钱，在大陆被扣税。 回台湾来还要再被扣第2次税，这个就是国王的新衣被点破，或者是说海水退了就知道谁没有穿裤子在游泳。韩国瑜想要拼民调快改变无，为了选举拢无保留。